港人喺我哋大陸入邊，佢哋可以買咩醫保呢？如果你哋喺呢度工作嘅話咧，就會有公司幫你買職工醫保啦。咁如果你喺度居住嘅話，你哋可以買城鄉居民醫保。大家可以睇到城鄉居民醫保嘅投保嘅人群啊，注意下第二點，我哋持居住證人員含港澳台居民係咪有居住證嘅話咧，佢哋就可以買我哋嘅居民醫保啦。支持港澳人士啊、台灣人士喺我哋呢度生活嘅。我哋嚟睇下佢嘅繳費金額先。其實相對於香港嚟講，我哋呢個金額係非常之低嘅。有1檔同埋2檔，呢兩檔嘅主要區別咧，就喺報銷喺有冇過帳方面嘅區別。其實最高嘅2檔咧，都係1年2255蚊左右嚇，每年可能會略有提升，呢個係國家政策。咁參保條件，大家睇下，年滿65週歲，並且持有呢個香港身份證或者豁免登記證明書。你仲要辦理我哋中山市嘅居住證，你哋冇參加到香港公費醫療同埋內地職工醫保，咁你就可以買呢個城鄉居民醫保。好，下邊嚟睇下待遇嘅問題。嗱，有住院嘅待遇啦，我哋係會有起付標準嘅。我解釋下咩叫起付標準，意思就係話你哋喺公立醫院入邊住院，我呢度特指住院嚇，咁多錢以下你係要自付嘅。譬如600啦、800啦啊，唔同嘅醫院有唔同等級。咁我哋仲有報銷比例，當你自付部分超過咗呢一個線之後咧，咁唔同嘅醫院都有唔同嘅報銷比例，基本上都喺80%以上噶啦。仲有門診待遇啦，同埋我哋嘅大病保險，大家留意下。門診待遇嘅話，咁有啲小問題，譬如你傷風感冒啊，咁唔使下下去到醫院噶嘛，咁我哋就可以選擇喺社區中心啊，只要定點就可以啦，報銷比例都好高下嘅。仲有一啲就係門診特定嘅病種，譬如有一啲慢性嘅腎衰竭要透析啦，或者講係做一啲簡單嘅門診嘅化療啦，呢啲都可以係按住院嘅比例去報銷嘅。